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苗栗的头份发生一件车祸，是一个沙石仔车的司机去弄这个中央分隔岛，原来是因为这个驾驶牙病是心因性来休克，医生是倒病正病安尼伤害，佮一直摸头壳，煞来人就昏倒伫个驾驶座，啊，这个沙石仔车是瞬间失去着控制，一直向前冲，互人看到是心惊胆吓。 沙石车的驾驶驶车驶到一半，先海来海去，煞来阁扫家己的头，看起来无啥爽快。过无几秒钟，煞熊熊昏去，规只车失去控制，弄去伫分隔岛，车窗的玻璃嘛拢喷出来，驾驶倒伫咧车内袂顶袂动，画面互人真惊吓。这是顶个月31号发生伫咧苗栗头份的车祸，当时司机为台中港到苗栗，车驶到一半，先向内底下着分隔岛，过路口了后就直接弄起哩，甲2盏老罐的牌仔弄。 一路驶到对向车道，一直到弄到汽车修配厂头前的车才停落来。司机送病院检查，原来是心脏的问题，暂时休克，加在干头着伤，无大碍。如果有一些大客车司机，那如果上路之前啊，本身有一些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吃一些感冒药的，容易造成昏睡的话，尽量不要上路。那如果在上路途中真的不舒服，要尽快靠边。大货车的路途较长，真正体力，其他的司机嘛讲，驶车正正无爽快，卖眼睛，应该随回报公司找休息站休困。 正常来讲的话，每年都要做身体健康检查。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就要提早前一天应该提早做休息，或者说在这趟路程之中，应该要找中间的休息站，让身体保持适时的清醒。加在除了修配厂以外的车，拢无人着伤。就算驾驶强调家己无代志，不过车内惊吓画面提醒所有驾驶上路进前一定要好好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